咁而家呢一代，我覺得好困難。我自己教中文都覺得好難，要短嘅文啦，要奇情啦，要佢嘅生活有共鳴啦。你突然間整一本金庸俾佢，即係你諗下幾大嘅阻力啊！其實而家學生一定要讀㗎，其中一個節錄。但係你係透過一個逼佢要讀、考試要俾分嘅方法去。學生喺自然入邊唔會有啲咩興趣。我記得當年我睇《哈利波特》，仲好印象深刻，因為我嗰陣時我女朋友係中六，一齊準備呢個公開考試。佢無端同我講話：你睇《哈利波特》啦，好鬼好睇。我頭嗰半本我睇唔明啲作文，睇完半本之後咧，係有啲料到咯，就覺得好好睇。我覺得金庸 kind of 係咁樣。你睇任何一本嘅開頭咧，好多歷史嘅交代，好多詩詞歌賦當時嘅時候描繪嘅民間嘅意象。哈利波特固然喺第6、第7集有好大嘅反轉，令到人哋哇好精彩。但我真係覺得金庸喺呢一方面咧，佢嘅思想更加宏大。我仲記得《倚天屠龍記》啊，仲講話啊，我哋祖師爺創立咗一招絕招黑沼靈狐，就係話當年原來咧郭襄同埋楊過最開心嘅時光仔嘅話，沼澤嗰度喺度追逐嗰隻靈狐嘅經過。金庸就喺後邊嘅作品度去講翻有呢個招式。一個師太應該係出家人要放低，但係其實放低又未必真係要完全嘅忘記。即係真正嘅放低，我理解就係你講出嚟，你已經唔再係一回事。我覺得幾感動。我更加中意一個作者嘅一啲伏筆啦，宏大嘅架構，細節雕琢。一個人如果佢一早已經鋪排定咧，我會覺得好 amazing。中1、中2開始咧，我覺得最主力係嗰陣時即係住喺葵涌，咁啊好近南葵涌圖書館，經常都往嗰度跑嘅。一開始嘅時候先係接觸咗金庸，咁啊已經係一發不可收拾㗎啦。咁跟住由金庸就開始睇科幻小說，即係倪匡、衛斯理。睇完之後咧就睇瓊瑤喎，仲記得嗰陣時係類似做緊類似即係情深深雨濛濛，古巨基做主角嘅，我記得。咁啊喂唔得啦，係時候都睇一睇愛情小說啦，即係覺得好濫情，但係又覺得咦唔可以冇呢一塊，可以講係先金庸後瓊瑤嘅，因為金庸就係開啟咗原來人類嘅七情六欲。中學生第一次覺得原來可以寫到咁特別，咁就要睇一啲好深嘅情感啦。咁後尾有啲亦舒啊、張小嫻啊，都已經係唔放過噶啦。呢個係一切嘅開始咯。我諗係相輔相成嘅。咁嗰陣時有啲中二病，一睇完金庸翻唔到轉頭，又唔中意其他武俠嘅 style，咁覺得呢個世界得第二個嘅就係自己寫。咁我就翻學校啦，自己攞啲草稿紙啊，到而家仲有 keep 㗎，寫嗰個我仲記得叫揚威鏢局，自己寫咗個鏢局嘅名，寫埋個主角叫希陽。一開始嘅時候見到佢屍體，又知點樣去練功嘅經過，咁啊就俾學校老師去睇啦。佢真係建立咗我一個就開始好中意咗中文，咁啊後尾揀文學都某程度有呢個原因。好似我入到中文系，我又會覺得第二個世界嚟嘅喎。我記得讀香港文學，阿黃念欣教授開嘅班，謝曉虹教嘅班，我睇好多村上春樹啦，開始去睇好多以前嘅香港嘅文學，所謂舊式啲嘅70、80年代啦，葉靈鳳你都睇㗎，就一本叫《重返狼群》，其實係講一個人咧領住隻狼養大咗，我覺得好震撼，唔係個故事。我震撼嘅就係好多副劇咧，我唔識啊！我係讀中文系之後先睇，寫一個人同一個狼嘅書，呢個字我唔識嘅，呢個字我唔識嘅。但係我係因為咁覺得，哇！中文世界太大啦，連一啲你自己最自信嘅詞語你都寫唔到。你點樣表達個狼嘅狀態咧？你點樣描述草原嘅氣候咧？佢寫得好好，即係幾乎我一段時間我睇嘅時候，咦，要查字要不斷，令到自己覺得如果你有一日做作家咧，唔好期望有一日係令到人哋覺得哇，你寫唔到一啲咁嘅質素。紀曉嵐咧，因為因應乾隆咧就要整一本叫《四庫全書》一套啦，收錄當時天下嘅所有書。咁佢當時紀曉嵐咧就寫咗嘅叫《四庫全書》咧嘅提要。提要係咩嚟嘅咧？就係將每一本書前面咧就簡單寫我當1000字嘅一啲解釋概覽導讀。咁你諗下紀曉嵐即係當然勁啦，一代才子。咁當然佢要睇咗好多書先啦。咁呢本書我覺得好震驚，就係我覺得古代嘅人真係太神奇啦。我哋都仲可以借住科技去查啲字啱定錯。余嘉碩、紀曉嵐呢啲人係黐線。以前講個窮手讀經，你真係用你一生人嘅生命去讀一本書，然後佢寫咗一啲分析睇法，邊本啱邊本錯，然後呢個人去鬧翻話翻嗰啲唔啱嘅嘢，
咁我最感動就係余嘉誠臨尾寫個序啊，唔好覺得佢係想去鬧啊紀曉嵐，因為佢話易地而處，紀曉嵐做到佢做嘅嘢，但佢做唔到紀曉嵐做嘅嘢。希望啲人有一日可以入我室，操我矛。你想話我錯，我想你入翻我呢本書嘅作品入邊，你用我寫嘅嘢去話翻我錯，好精彩，好影響我喺大學碩士本科研究作品嘅做文獻嘅一啲求學嘅精神。學中文有少少似咧，就係我哋唔係天才，我哋唔會自己無端創辦咗一個天地出嚟，因為語言有幾千年嘅累積，廣泛閱讀咯，同埋模仿創作咯，我好中意嘅。因為我真心覺得所有文學作品或者作品都好，佢都係有時代嘅累積，即係你喺呢個時代係讀到上一代時代嘅影子。咁所以我會建議啲學生15、16歲行埋嚟嘅話，台灣散文集咯，當代作家散文集咯，即係睇一個作家對某一個詞語、一件事物嘅獨特睇法，你喺入邊攞到養分，你喺考試嘅時候你容易去抒發、去剪裁、去移花接木。我哋啱啱喺我哋嘅模擬試啊，即係都出咗一篇咧叫吃種，表面上講食種，實際上就唔係嘅，係講爸爸過咗身，調翻轉媽咪想 move on，佢覺得生命要繼續，但個女唔得，即係我覺得呢啲故事學生聽咧有共鳴，佢會覺得係寫親情、愛情、同學之間嘅欺凌、校園嘅感覺，佢哋容易掌握。我以前我記得我寫得最有深刻印象嘅就係當時我睇咗一篇白先勇啊，好似叫做《血像杜鵑花一樣紅》微型小說嚟，咁我好中意，咁我就喺寫作訓練嗰度咧用佢嘅 idea， 但係用我文筆寫過一次出嚟。咁後尾阿謝曉紅女士咧就冇鬧我，即係唔會話你抄襲概念，冇，好鼓勵。後期我記得有一篇我自己好中意作品，都係模仿余光中嘅文筆，我好中意佢聽聽那冷雨，好中意佢寫詩同埋寫散文嘅風格，曾經模仿過佢一篇作品。其實我寫佢嘅，我係寫佢一生，就話佢細細個點樣，跟住中間避難去四川、重慶點點，跟住後尾去美國。即係所以我覺得唔好怕模仿，唔好覺得模仿就係唔好咯。作品對上一次睇已經係呢個都3個月啦，已經到柳井正嘅呢本講 Uniqlo 嘅，即係一件衫品牌創辦人柳井正點樣繼承家業，由一間鋪頭供入去東京，再供去美國倫敦。佢講話佢哋創辦喺外國想將 Uniqlo 喺嗰度成功，但係打咗好多場敗仗，後尾再得咗，係因為佢覺得要推倒重來，因為英國人唔係想要英國 style 嘅 Uniqlo。英國人係要想要日本 style 嘅 Uniqlo， 就直情喺當地複製翻同日本一模一樣嘅嘢。然後中間我再睇佢出爪毛外套，你最勁嘅 product 係咩？佢問啲員工，佢唔好問出邊嘅，問員工喺入邊翻工嘅，你着緊邊件？我淨係買你哋一件嘅咋，就係爪毛呢一件咯。因為當時被認為攻入東京啦，就係代表喺時尚界有個型號。咁佢終於開咗鋪頭，但係呢場仗嘅賣點就淨係一件爪毛外套。有時做嘢，尤其衫唔係多就好，尤其係先聲奪人嗰下。我覺得冇辦法啊，喺人生唔同嘅時間會有唔同嘅身份同責任，又未去到可以翻轉頭睇翻呢啲書嘅時候咁嚴肅。但你話係咪可以好舒服 enjoy 你睇一本以前好中意嘅純文學咧？我諗好難。但係所謂嘅通俗小說喺我心目中，我覺得我入到大學呢個爭議大啲啦。中文系係咪純文學？係嘛，同啲通俗文學，因為我覺得好嘅作品就令人有興趣同吸引嘅啫。